继续来看高雄一个81岁老乡亲做检查，查出着肠仔甲胃有污点。原来是老乡亲的脚趾头啊，有一块超过1公分的污色斑，转到其他的器官，确定是转移性的污色素瘤。医师讲，这种污色素瘤是真恶的皮肤癌，真会来转移，死亡率高，尤其是中老年较会来发生。所以，若发现身躯顶的污渍、污斑，会断有来变大，就要赶紧去看医生。大人身躯肌腱拢有痣，抑过千万唔通大意。高雄一个老先生镜头旁有呢乌乌一搭，想袂到煞走去胃肠内变成这个模样。用内视镜检查会使清楚看到这个老先生的12指肠、胃的底，抑有结肠等等所在，敢若有污斑。才发现讲，原来老先生脚这个奇怪的污斑，就是污色素瘤移转到其他的器官，在脑部、肺部以及淋巴结都有一些转移的现象。那在这些显示都是一个末期的情形，就是考量年纪大哦，病患家属还是不想让病患受苦，就没有接受化学治疗。医生讲，污色素瘤是上恶性的皮肤癌，真熬移转，尤其是中老年人上接看到。平常时都要特别注意，若是身躯污斑、污痣形无规则，甚至无平均等等变化的时，都要量早就医治疗，千万唔通大意。